感情是需要缘分的，不能用物质去衡量。我想张健健她很清楚这一点。今天如果她为了钱跟你在一起，早晚有一天她会离开你的。物质不能决定情感。你看蓝卓吧，蓝卓他就是一直不明白这个最基本的道理，所以不但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我为什么总是喜欢我不该喜欢的人啊？葡萄，葡萄，你还年轻，早晚有一天你会遇到真正属于你的人。喂，你好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干什么去啊？工地上有点问题，我要过去看一看。要不要我送你啊？不用了，你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呢。现在正好赶上堵车，你要是到那里，大概得用1个小时左右。别看我那车虽然有点破，但是很快。那好吧。你这 PM 单根本就不够啊，至少要加20台，不然效果会出不来。好的，这个没问题。还有你们这些架子要加的话，记得要让工人带配重，小心安全出问题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好。你伤到哪里没有？没事没事。你怎么样？真的没事，你先忙你的吧。你砸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我真的没事，别发布会的时候再出现这样的状况，你也不想看到吧？可是你受伤了，不去医院怎么行？我说了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先去忙吧。可可，喂，可可啊，妈，小俊好像受伤了。什么？小军受伤了？是啊，我觉得他需要去医院。他们俩在一起，我去了不是破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？啊，对，可可，是这样，妈妈现在有点事儿，我赶不过去，你能不能陪着小俊去趟医院呢？有你照顾他，我就放心了。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。好了，我这儿太忙了啊，我先挂了啊。喂，妈，妈，啊！可可带小俊去医院的话，照顾小俊，没准这2个人就……你怎么样啊？我没事。还是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毕竟这是你的第1个项目，我不想你因为我而耽误进度。老王，我说你最近怎么老和一个人调班呢？原来你背着我干这事儿了。不是什么，我背着你干什么事儿了？我行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！你们2家的孩子都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，可你们俩亲家呢，跟没事人一样，还整天往一块凑，你也太不像话了吧！哎呀，你这说什么呢？真行，你没影儿的事儿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姑爷到底怎么了？懒得说。其实啊，我都能理解，你们2个呀都挺不容易。你说你一个人把可可带大，美琴呢，一个人守着个孩子，一辈子没嫁人，现在呢又要为孩子的事操心，哎呀，她简直就是女人中的楷模啊！
你说，像这样一个女人，上半辈子一个人，下半辈子还是一个人，这也太可怜了吧？哎，你说我是不是要？哎呀，这怎么还不回来啊？都几点了？打个电话试试。哎，小俊，小俊，小俊。啊。哎呀，可可，辛苦一天了吧？这个药是小俊的，一定是给他擦一擦。你就直接帮他去擦就完了，干嘛还要我去呀？哎，要不然到家里去，我给你下面条吧。不行了妈，我爸还在家等我呢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可可。哎呦，小俊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留住可可呀？我怎么留住他呀？他爸一直那个样子，我不想为难可可。机会是需要争取的，你要争取你自己的机会，你不明白吗？我争取了呀，我都争取1天了。你这孩子，我发现你就是死心眼，你笨啊你！呦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儿子，走走走，回家妈妈给你上下去啊！对不起对不起，停好车回家啊！哎呀，还推得动吗？我能行，您别管了。好的，感谢所有模特带来热情四射的演出。大家好，我是成果公司的 CEO 陈大成。首先，让我以主人的身份欢迎各位今天参加豪进游艇项目首航发布会，欢迎！刚才在我一步一步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所有曾经的过往，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面浮现。仿佛我现在在做的，不只是跟各位说话，而是在进行一个仪式，一个庄严的仪式。豪军游艇项目今天能够顺利的跟大家见面，我要感谢很多人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我的亲密伙伴李成果果，毫不保留的付出。我要感谢李小俊以及王可可默契无间的合作，感谢所有成果公司的成员日以继夜，奉献出你们的热情和才华，感谢你们！说实话，豪俊游艇项目并不是一开始就很顺利，甚至曾经一度搁浅。在这之前，我也曾经走错过，做错过事情。为此，我向那些我曾经伤害过的人道歉。经历过这许多种种，我意识到，家庭是最重要的。有了家，我们才能够放心的出门去工作。在豪俊游艇项目正式跟大家见面的这一天，所有成果公司的成员已经团结成了一家人。我感谢你们，不仅
我们成为了一家人，而且就在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在这个城市提供最高端而且是最贴心的服务，让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里是他们的第二个家。最后，让我感谢所有来参与的人，感谢你们，让这个项目有了意义，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这个小家秘密最大，所有的主权都在你这儿。那你什么时候让我也做做老板娘呀？在咱们这个家里面，你不就是老板娘吗？老公替你向前冲。欢迎我们的财务总监。说不出来。还是去医院吧。毕竟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，我不想你因为我而耽误进度。两位辛苦了，这都是应该的。王总监比我辛苦多了。哪里？李总监都受伤了。两位就不要客气了，你们都挺辛苦的啊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配合起来真的是太默契了，特别有默契。来，干杯！好开心啊！我们终于成功了。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成果号，终于起航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如果当初我太容易得到他的话，我想我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高兴，而且也不会懂得珍惜啊。就像我们的感情，我不敢想象，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如果，我和你之间没有如果，我们只有现在。可可，可可，怎么都睡不醒。哎呦，这什么呀？哎呀，高跟鞋！好你个李小军，居然带女人回家！这可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喂，你谁呀？啊，爸，可可是不是昨天晚上跟你在一起啊？啊？是爸，昨天晚上我俩喝多了。
你让可可接电话。可可，可可，爸的电话。可可，爸的电话。快点儿，快！哎，可可，妈妈给你做好了早饭，一会儿再给你做一个煎鸡蛋啊。哎，可可，妈，你就做了一份早餐啊？那我再给你做一份。不用了，我去上班了，妈。啊，哎，小俊，哎，你告诉妈妈，哎，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就跟你回家了？哎，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和好了？你用了什么话把他推回家的？你跟妈妈说。我时间不早了，先去上班了啊。不是，你吃了这饭吧？哎，小俊，哎呀，和好。可可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怎么是李小俊接的电话呀？哦，爸，昨天活动太晚了，后来我就去果果家了。手机可能是小俊帮我收起来了吧？什么？你的手机怎么会跑李小俊那儿去了？哎，可可，你是不是在说谎啊？我没有啊，爸。哦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去上班了。哎，可可，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。二位总监，我们昨天的活动啊非常成功，感谢二位鼎力相助。哎，你们两个衣服和昨天穿的一模一样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昨天这么浪漫的夜晚，你们两个情之所至，所以呢就一直在一起，没有回家，是不是？是。王总监，到我办公室一下。你真行，你跟他和好了，你都不告诉我。没有啊。什么没有啊？你俩昨天都在一起了，你还不承认呢你？哎，在办公室你不能这么高调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怎么着回去应该换身衣服呀，衣服都不换。不过说真的啊，我觉得小军这个人，仔细观察下来，人品还是不错的。你们两个呢，好好相处，多给对方一点机会啊。都怪我，
不应该喝那么多酒。喂，爸，已经下班了，你怎么还不回家？我在加班啊。赶快给我回家！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爸要我立刻马上回去。可可，我看你啊，干脆换一份工作算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跟他在一个公司上班，天天接触啊，我怕他把你带坏了。李小静说的没一句真话。干嘛要这么说他呀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你就干脆辞职吧。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工作？我不是干涉你的工作，我是怕你啊再往火坑里跳。就这样吧，你每天下班准时回家呀。那怎么行？我还跟果果还有孙倩经常要下班一起出去吃饭的。可以啊，那你每天10点钟到家。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干嘛规定我回家时间？我不是为你着想吗？我怕你再被骗了。谁骗我呀？你不就想我跟李小静保持距离吗？那我答应你，我们就是工作关系，行吗？好，你保证啊，我给你说出几条来，你从今以后按我这样做啊。第1条，每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到家。第2条，上下班不能一起走。第3条，中午不能在一起吃饭。第4条，每天跟我下班准时到家，不能有任何联系。那我工作关系，我要通电话怎么办？你别拿工作跟我说事儿啊，就是加班10点以前也必须到家。要是太晚的话，老爸去接你。哪有你这样的？还有，你们公司的老板不是你的朋友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去跟他谈。要是还不行，那就辞职。干嘛呀？就这么定了。经过我们的抢救，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，但他的腿恐怕……之前的活动非常成功，成果公司在业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。我们收到了很多私人游艇的订单，而且俱乐部的会员是我们预期的2倍。现在成果公司要启动招聘计划，我们需要大量的精英人才。齐董事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有什么指示？我一直都很相信你的能力，在商场上这么多年，我决定退休了。我已经跟董事会研究过，并获得董事会的同意，将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。以后你要好好干。沈兰卓，军石集团齐志强的小老婆。当你告诉我沈兰卓是齐志强的小老婆的时候，我有多高兴啊！每年纯利2个亿，这么好的项目，为什么要找我？我是要利用他的资源来完成我的计划，因为我要报仇。你说的是齐志强？有好几个投资方已经盯着这个
个项目，不过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单独吃下这么大的饼。我也吃不下呀。沈总吃不下，齐总吃得下呀。顺着这条线，我才有希望能够拿下齐之强。这么好的一个案子，为什么迟迟不启动呢？这个项目目前处于等待启动资金到位的一个阶段，只要资金到位了，这个项目马上可以向下进行。李小俊是儿，沈兰卓何尝不是儿？我要钓的是一条叫做齐之强的大鱼。我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为什么要保证，只要能够伤害齐之强，其他的人我不在乎。你处心积虑的筹划了这么一个项目，你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还是想要来报复？如果你为了报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辈子你不会快乐。你父母的痛苦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弥补了，你为什么不能给你自己，也给他一个机会？我决定退休了，将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。太好了，大成，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实现你的梦想的。我承诺过你要送你一艘成果号，现在我做到了，但是我现在发现似乎还不够。其实想一想，当初介绍你去骑士公司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想不到会有后面发生的一切。谢谢你，一直陪着我。哎，你说你要是进了集团做了 CEO， 那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儿啊，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，我可以轻松轻松了。轻松什么呀？能力越大的人，责任也越大。你得带着他们两个人为公司招募大量的人才，你怎么可能轻松啊？招募人才，招募人才这个事儿挺适合我做的呀。你看，平时我话那么多，我最喜欢跟人聊天了，我肯定能完成好这个任务。你好。是这样的，4年前我在一家公司上班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因为年纪小，不懂得珍惜工作机会，最后跟上司吵起来，他说我人品有问题，我当然不爽啊，我说你人品才有问题呢，所以他就把我给开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我长得比较帅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我所有的上司都这样了。有时间来找我啊？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婆婆她醒了。真的？而且啊，她现在恢复的挺好的，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。太好了。那是不是说，你现在有时间进我们成果公司，跟我们一起做事啦？我当然很想跟你们在一起啊。哎呦，你真不知道这个 HR 有多么不适合我做，每天要对着那些奇奇怪怪的人，听他们说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，居然还有好几个人跟我讲他们几年前的故事，谁要知道那些鬼故事啊？还好，你现在要来帮我解脱了。可是我也没做过 HR，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呀。相信我，我绝对坚信你有这个潜力。那你现在呢，只需要做2点：第一，买一套正式的职业装，上班穿；第二，买几本关于 HR 的书，好好的恶补一下。啊，欢迎来到成果公司。我试试。可可，我买了2张电影票，咱俩去看场电影吧。这个电影结束大概在晚上10点钟左右，回家还不算太晚。我公司的事情都还没有忙完，我还要去陪沈总见个客户，看不了电影了，不好意思啊。
怎么那么无精打采的？有什么心事吗？没什么。你肯定心里有事，说出来听听看。真的没什么。哼，从你的能力来考虑，会让你这么愁眉不展的，肯定跟工作无关。是李小俊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我跟李小俊从一开始就那么不顺利，从结婚、逃婚、隐婚，到最后房屋买卖第三者，就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。真是羡慕你跟果果。羡慕我们？嗯。我和果果中间也经过风风雨雨的，无非就是坚持才能走到今天。我知道啊。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，陈总，在男人眼里，你们是怎么看待女人、看待爱情、看待婚姻的呀？你李小俊请我喝咖啡，为什么你有种不祥的预感呢？说吧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求我啊？你说我们现在过的这是什么生活呀？那以前在骑士公司的时候，虽然说每一天都是过得提心吊胆的，但是每一天都是很开心很快乐。那你说我们现在这是什么生活？这像夫妻吗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劝劝可可？是，如果李董事有时间的话。或许你觉得男人看起来似乎很坚强，要能够经得起狂风暴雨，经得起各种打击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男人在很多时候其实比女人还要脆弱。男人跟女人本来就是不同的生物，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点。重点在于你能不能够欣赏对方的优点，而包容对方的缺点。如果你问我什么是爱情或什么是婚姻，我觉得无非就是两件事情。第一就是愿不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愿不愿意为了对方而改变。我跟果果都是非常固执的人，能够走到今天，就是因为我们愿意为对方改变。我相信，而且我也看得到，李小军真的非常爱你。所以你要不要试着去看他的优点，再给他点机会？其实你只要多给他点信任，他很容易就会被你收买的。大强，你也太坏了吧！你去找李小军，不要让王可可知道。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你做了一份这么糟糕的文案，居然还有脸带着他去找爱迪生的严总谈合作？你知道这让我们公司很没有面子，甚至会影响到这个项目的进行。你为什么不跟销售部门的人协调呢？一个不会善用公司资源的员工，不是一个好员工。所以我希望明天上班之前，你能够写出一个方案，让严总点头。否则的话，你就不用再来上班了。没事吧？这文案我帮你改吧，我去帮你说服严总。那就麻烦你了。2320。我们是不是找错了？严总怎么会把我们带到这种地方来？你看看这里的夜景，美吗？你还有心情看夜景啊？今天要不把严总搞定，你就要被陈总开除了。
你这么在乎我？你快给他打个电话吧，说不定我们搞错地方了。这里没有严总，只有我。你在搞什么？你又在骗我！老婆，我爱你。烟花虽然美丽，但很短暂。可是我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够长长久久。对不起啊，我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让你受了那么多累，受了那么多的委屈，连一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。我以为我爱你就够了，但是我错了。我应该去承担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，一个丈夫应该承担的责任。我知道你一时间可能没有办法来接受我，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段时间来证明我很爱你。